好多人話而家嘅屋好旺，人多氣盛，根本唔會有靈異嘢，但其實舊屋先至最多古仔。呢件事係我本人真實經歷，發生喺我住嘅共屋大廈。嗰陣時，我因為朋友生日，所以夜返凌晨先返到屋企。當晚落雨，成棟大廈靜到得返水聲同我嘅腳步聲。屋村嘅燈殘舊，一閃一閃，夜晚特別陰凍。我行到中間走廊位，突然見到前面有個細路女，大約4、5歲，住住紅色花邊裙，背對住我企喺空地，抬頭望住大廈，一動不動。我第一時間諗，邊個屋企嘅細路咁夜仲走出嚟？我驚佢危險，就行前少少溫聲話：細路咁夜唔好喺走廊度玩，返屋企啦。個細路完全唔喐，成個人直情僵咗喺度，連頭都冇轉過。呢個時候我先至開始覺得唔對路。正常細路聽到有人講嘢一定會有反應，而且佢企嘅位置係成條走廊最凍最陰嘅死角位。我個心開始寒寒地，腳步自然停低。我望住佢個背影，忽然發現原來我可以望穿佢，一個半透明嘅人在眼前。有街燈，就算燈暗，正常人點可能會半透明呢？我當場背脊發涼，即刻唔敢行前。我心裏面不停同自己講，係燈壞，係視覺問題，係落雨太陰。我深呼吸一口氣，打算快步走過當冇睇見。點知我啱啱擰轉身，身後傳來一把好細好細嘅小朋友聲音，從左邊住我耳仔講：哥哥，你都見到我啊！我當堂連氣都抖唔到，成個人僵硬晒。最恐怖嘅唔係佢出聲，而係剛才佢明明一直背對住我。如果佢唔轉身，點可以貼住我耳仔講嘢？當時腦裏面一片空白一堆，我當時唔敢回頭，唔敢諗9秒9，直接衝返屋企，成晚唔敢出房，尿都唔敢屙。第二日我飲茶同老街坊傾開呢件事，個街坊嘆咗一聲話：我唔係第一個見過，幾年前5座高層有個細路女喺屋企窗邊玩，意外墮樓，從此之後不時有夜歸居民見到一個紅衣細路女企喺度，抬頭望向大廈。佢從來唔大哭大鬧，唔會怨天怨地，佢只係靜靜企喺度，好似一路等緊一個會見到佢嘅人，或者等上返去嘅機會。